性别平等教育法为2004年6月开始施行，到打尾20档啊。不过学生团体认为讲，还有真侪所在爱改善，亲像网络环境、特殊学校、跨性别者这寡议题，拢需要修法来保护，建立更较友善的性别环境。性平教育20年，6大问题要往前，6大问题要往前。由济大学性平会组织、学生组织组成的性平教育20年学生倡议连线，对性平教育法提出改善的声音。性平教育法2004年施行，到打要满20年，对时代改变，20年后的网络花花世界影响大家的生活。因认为，亲像网络顶悬对性别议题无优先，也影响线下现实的世界。但是，今麦学校针对网络环境，却较好介入改善。由教育部进行实证研究，调查网络敌意环境的多重样态，制定认定标准，鼓励网络平台业者建立自律规范。当言论经性平会认定是网络敌意环境时，启动适当的隔绝机制。另外，团体也指出，针对军校、警校、艺术学校这寡专业领域教学环境，因为教学方法、环境拢较特殊，亲像一寡课程有身体接触，就要定出身体互动界线，保护师生，也兼顾专业教育。比方说，如果我们今天是表演艺术的话，那表演艺术他们可能会需要更亲密的肢体接触，有很多是一种跟身体有关的教育。他们需要开发出一个同时符合性别平等精神，也符合他们专业特色的一种性别平等教育。我们对于一个军人的期待，可能会让那一些性别气质比较阴柔的人在里面感到不舒服，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胜任哦。那整个环境对他来说是一种敌意的环境。罗保的团体也指出，目前学校对下性别者、多元性别者也无够优先，亲像学校便所、宿舍、基本资料收集方式，大部分拢要是性别二分法，也就是只有男女2种选项。团体希望未来性别平等教育法针对这款议题来继续拍拼改善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